家，我77都就嚟啦。咁你話啊，我10幾年啦，嗰張醫療證係點樣，我都唔知。醫療券咪係啲老人家㗎啦，話50蚊一張係嘛？有，即係去睇私家醫生，每一張50蚊嗰。喺2009年，醫療券第一次試驗期啱啱開始嘅時候，民主黨就佢嘅使用率進行咗一項調查，發現有近80%長者未用過醫療券。而喺2011年，民建聯再進行多一項類似嘅調查，發現仍然有近40%長者冇用過醫療券。醫療券嘅第二個試驗期將喺2014年結束。究竟老人家同公私營醫療機構對於呢個計劃有咩睇法呢？每年老人家有500蚊嘅醫療券，但係去私家睇一次醫生已經大約要用250蚊啦。醫療券對於老人家嚟講，睇嚟幫助唔大。今年73歲嘅崔伯患有皮膚病，平均每年都要用2000蚊睇醫生。佢話睇私家診金貴，有醫療券都冇用。我使咩要用嗰啲啊？你政府醫院唔使醫療券噶嘛？崔伯覺得公營夠平，如果要去私家俾貴嘅診金，不如去公營診所排隊。喺香港700萬人口入面，有13% 係老人家。根據資料顯示，全港每年平均有14萬老人家去公營機構睇病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解老人科嘅壓力咁大？你推行咗個醫療券，啲長者都唔領情。翻去屯門醫院睇嗰個老人科咧咁。雖然退休年齡一般係65歲，但係香港仍然有一啲草根階層嘅老人家喺退休之後，仲需要自己賺取生活費。70歲先可以用醫療券，對佢哋嚟講可能太遲。券就係應該65歲應該有得享用㗎啦。點解啊？退休啦，咁佢乜嘢都冇收入啦。步驟繁複，亦係佢哋唔揀醫療券嘅原因。應該係麻煩啲㗎啦，因為有好多唔識㗎嘛，有啲因為嗰啲公公婆婆有啲冇學問嘅，蒙查查嘅好多都。就算老人家真係識得上網登記，都要花一段長時間先可以揾到啱嘅診所。即使係用慣電腦嘅年輕人，大約都要花分半鐘嘅時間。雖然使用醫療券對老人家嚟講有一定嘅難度，但係仍然有人使用。不過私家門診診金始終偏貴，醫療券用晒之後又點算呢？我不要做弱質病人，邊一個負累你不幸？誰想有病厭惡呻吟？我不要千金百銀，也祈求這小小的福蔭。我只想身體。醫療券推出，除咗想減輕老人家金錢上嘅負擔，亦都想舒緩公營醫務人員嘅工作壓力。瑪麗醫院梁護士長覺得好多老人家其實唔太知道有醫療券，連用法都唔清楚。推出之後，亦冇數字顯示到公營應診嘅老人家有所減少。冇轉變到，都係咁多人。既然而家嘅醫療券制度未能夠達成目標，而家政府再推行多3年嘅試驗期，究竟值唔值得呢？如果推廣得好嘅呢，就可以繼續，但係希望都增加多少少嘅錢啦。咁對於嗰啲老人家真係需要嘅係冇乜大嘅幫助。值得，不過你要值得得嚟呢，你大家真係要呢睇清楚楚，就唔好將佢嗰個意義呢無限擴大。呢個意義呢，我覺得係作為對長者嘅服務或者醫療需要一部分呢，係幫輕佢哋。喺2014年會就第2次醫療券嘅試驗期進行檢討，屆時究竟政府會照板煮碗咁繼續推行，定係吸取多方面嘅意見，為長者提供更完善嘅醫療福利呢？